Hello，大家好，我係 Yuki。今日我哋繼續傾呢一套2026年夏季討論度最爆炸嘅日劇，直到 T 恤乾了為止。日文名係 T-shirtsが乾くまで。目前呢套劇已經變成咗日本網友嘅推理園地，大家都攞住顯微鏡去揾細節嘅。討論度直接推到去最高點嘅。以下我哋就會傾下幾個地方嘅網民討論點。第一就係對劇中裏邊一啲道具嘅細節考察，網友就發現咗呢兩家人喺洗衣袋入邊係分別個價差係好大嘅，暗示咗呢兩家人嘅家境水準嘅差距。喺另外一方面沙傑國喊嗰陣時着嘅一個藍色嘅 T 恤同男主角熱之基着嘅 T 恤居然係破萬日元嘅同品牌。最神奇嘅地方係有人發現咗沙傑國嘅老公熱之基嘅駕照一共換咗6次，懷疑佢就係因為得咗呢個阿茲海默症先決定離開自己嘅老婆嘅。第二點就係一啲引爆咗嘅集體共鳴。開局嗰陣時女主角沙傑國整壞咗嗰個乾控機嘅畫面令到有一個網民佢不知不覺睇完咗之後都即刻跑去呢個洗冷氣嘅濾網，亦都變相係有一種動力去清潔屋企嘅一啲家電。直呼呢一套劇帶出嘅生活感覺強到係唔少觀眾都被深深咁影響住嘅。而第三點就係喺第3集有一個渣男同埋一個不倫嘅發現，引爆咗網絡嘅嫌上。而呢個渣男就喺劇中出現嘅角色竟然大言不慚咁樣去主張，只要妻子知情且默許嘅話，呢種不倫就會變成合理嘅啦。呢一種就將背叛合理化，仲高高在上嘅態度令到日本網民係非常之嬲嘅，仲喺度大罵渣男憑咩講嘢講到咁理直氣壯啊！而喺另一邊廂大家又感嘆住能夠將呢一個角色塑造到令到咁多人都咁爭嘅話，即係恰恰去證明咗呢套劇同演技係強大嘅成功嘅。第4點就係呢一個第3個星期五就同呢個主題曲有一啲伏筆嘅。每個月嘅呢一日嘅消失嘅謎團俾網友發現咗啱啱好對應住咖啡店同埋古書店嘅結算周期，再加上 Spitz 唱嘅主題曲 Misiralu Ito 呢首歌個名暗示住好似無關嘅陌生人，其實係俾睇唔到嘅牽線連住嘅。歌詞甚至係精準咁去預測咗洗唔乾嘅衫同埋遮，令到網友逐輯咁樣去解釋，根本就係停唔到落嚟啊！講完網民嘅討論點之後而呢一套劇另外一個驚喜嘅地方就係飾演男主角嘅中島步啊！關注日劇嘅朋友仔應該都對佢唔會陌生嘅啦。喺呢幾年裏邊，不論佢喺極度不妥裏邊飾演住令人深刻印象嘅少和教員，或者係喺晨間劇裏邊嘅紅豆麵包裏邊飾演女主角嘅婚約者，再嚟就係最近 Netflix 劇裏《地獄占星師》裏邊嘅房地產公司老闆，佢一直都係有一個極具質感嘅配角代表嘅。但係今次飾演嘅男主角熱之基，佢展現出好多層面嘅演技空間。呢個角色其實係喺劇裏邊並唔係完美嘅，有啲固執啦，亦都唔係識去察言觀色嘅，甚至帶住有啲普通人一啲小瑕疵。但係中島步呢位演員就用非常之平實啦，冇表演嘅痕跡嘅方式，將一個普通人喺面對突如其來嘅打擊嗰種木然同埋笨拙演得特別有魅力嘅。亦都淨係有呢一種咁有說服力嘅真實嘅演繹，令到佢終於堂堂正正咁樣去擔正咗呢一套劇集嘅男主角。跟住就會有機會搣甩咗呢一個綠葉配角嘅標籤，咁我哋就敬請期待。亦都徹底走進咗大家嘅視野，而網上不斷出現咗對佢沉船嘅留言啊，咁就稱佢為係日本版嘅金城武。最後我嚟推測一下接下嚟呢一套劇嘅走向。如果參照生方美久編劇之前嘅經典作品《Silent》，探討嘅係聲音同埋愛嘅距離，仲有《至愛之花》，探討嘅係兩人之間究竟有冇存在純友誼。生方美久最唔中意就係俗套嘅解答，
劇情目前呢一直都係極力去營造一種狗血出軌呢一種俗套通俗嘅方向，但越係咁樣呢，我反而越想去大膽估計，Sakiko嘅老公 Mitsuru 同埋Itsuki嘅老婆Azusa根本就唔係咩不倫戀。如果跳出咗呢一個煙霧彈呢，劇情呢就有3個初步嘅推測方向嘅。第一就係啱啱所講啦，我唔覺得呢一個係不倫戀啦，而係一個同機構長大嘅一啲家族嘅叛記。而家全網最被睇好嘅一個推測呢，就係主動失蹤嘅Mitsuru同埋死咗佢嘅妻子Sakiko呢，其實唔係咩男女情愛，而係細個嗰陣時喺同一間兒童養護嘅機構長大，好似親姊妹般嘅模擬家族。因為兩個人極少去提佢原生嘅家族啊，每個月嘅見面呢就好似家人咁樣嘅互相扶持啦。呢個完美咁樣符合咗生方美久最擅長探討嘅非典型親密關係。第二點會走向嘅方向呢，就係為咗保護最愛嘅人，先選擇去隱藏秘密。Mitsuru頻密咁樣去換呢個駕駛執照嘅細節，或者就係暗示咗佢早已經知道自己健康出咗狀況。佢同Azusa 呢一個機構嘅妹妹秘密咁樣見面，並令到呢個態度厭世冷淡嘅 Naoto 隨意咁去處理電務啦嘅嘢啦，同埋呢個傳訊呢，可能呢就係默默安排後事，唔想俾佢妻子Sakiko承受慢慢咁樣睇住愛人惡化嘅痛苦。咁呢一種呢，就唔係背叛，而係一場殘忍又溫柔嘅自我隱退。第三個方向呢，就係最直接嘅走向，只係想慢慢咁去表達咗主角咁樣去要最終面對嘅係接受伴侶嘅一啲秘密世界。Sakiko 同埋Itsuki最後要面對嘅唔係原諒出軌，而係要接受即使最親密嘅伴侶都會有屬於自己嘅創傷同埋私密角落。佢哋唔會脫俗咁樣去墮落愛河，而係成為咗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理解對方心目中嗰份缺陷嘅創傷共存者。最後嘅最後，歡迎大家留言俾我，話俾我聽你嘅想法。當一件被雨淋濕嘅 T 恤終於乾透嘅時候，揭開嘅真相到底係一場狗血嘅大復仇啊，定係一場關於失去之後應該如何帶住秘密繼續活下去嘅深刻告別？而下一集第5話可能就會帶俾我哋更加多線索㗎喇。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